因为早所记载的，拢是要假使咱才来记，互咱对吞论、对圣经的安慰来得到盼望。愿赏赐吞论安慰的上帝，互恁大家同心记，照基督耶稣，互恁一样心、一样喙，荣光上帝，就是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地。所以，着3到6，亲像基督也有接纳恁，记到荣光归伫上帝。因为我讲，基督为着上帝的真实。捌做奉各类的人会找用，要坚固所应允列祖的，也互外邦人为着人民归荣光上帝。照所记载讲，因为安尼，我伫外邦中要称呼你，唱歌侮辱你的名。搁讲，恁外邦人着甲伊的百姓同欢喜。搁讲，恁外邦着称赞主，恁万百姓着侮辱伊。又搁以赛亚讲，要有耶西的拳头，甲兴起来治理外邦的，外邦要倚靠伊来有盼望。愿赏赐盼望的上帝，互恁对神来充满大因的欢喜平安，互恁伫信心的关联。得到满满的盼望。讲道，听陈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彼此接纳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讲实在，教会是世界上上困难的一个团体。咱属共一个教会，但是甲学无共款，因为教会有各样的年龄层，有多元的个人背景甲经历。咱伫同一间教会敬拜服侍，为着跑走天路在努力，但是咱嘛甲公司无共，因为每一个人信仰的程度有深有浅，咱嘛毋是为着趁钱自执伫遮。因为这无共款，所以有时阵咱做伙会互相无欢喜。咱伫同工的过程中间，嘛无法度理解为虾米对方会用即种甲我无共款的方法。伫侪摆的冲突了后，有个人甚至会离开教会。但是咱冷静想看觅，伫教会咱敢拢是圣徒？虽然咱每一礼拜用使徒圣经做信仰告别的时，咱会讲圣徒会相通，但是这毋是表示咱已经完全、已经有美好的德行。咱爱承认，无论咱信主偌久，咱还是罪人。咱非常的软弱，这个信徒的相通，绝对毋是咱本身有偌好，是因为耶稣拯救咱，洗清去咱的罪，互咱开始这个成圣的过程，并且信仰嘛，毋是一个人的修行，信徒的中间是互相需要相通的。咱需要上帝，但是咱嘛需要同信的兄弟姊妹。伫信仰团体内面，咱彼此提醒，彼此代祷。因为有当时啊，你内心的迄个苦楚，毋是其他还未信的朋友会当体会。这伫你的内心，互你苦到得要死的物件，对这还未信的人来讲，根本毋是问题。但是有共款信仰的人会理解，因为咱对罪有共款的认同。咱嘛袂因为人的罪来批评伊、否定伊，因为咱知影，若后日换我落入魔鬼的试探，有可能我嘛会犯同款的错误。所以教会生活真正是无容易，嘛因为安尼，真侪人是选择无要甲有人有其他的关系，因做完礼拜就离开。亲像我有一个朋友，伊去某一间真侪人聚会教会。我就问伊讲：你伫遐有熟悉什么人无？伊讲：我就是无熟悉任何人，我才去的，因为安尼就无人熟悉我。但是一个敢若做礼拜的基督徒，兼算是一个健康的基督徒，这个问题咱需要思考。若是咱做好家己就好，安尼耶稣一个人出来传福音就好啊嘛。
伊毋免遐尔啊麻烦，招12个学生，并且这12个人是带着无共款的目的来跟缀伊。这学生缀伊3年久，嘛无甲伊有偌动心，甚至伫最后一刻，耶稣定时日的时，这学生走甲无半人。啊，甲人做伙是麻烦，阁会制造真侪问题。但是咱看见耶稣亲身做安尼的一个示范，所以有可能伫过去教会生活带互你一寡的伤害，但是请你毋通安尼就来忍心倒退，因为主的吩咐就是爱咱成做一个信仰的团体。咱组织做伙，毋是要享乐，毋是要做伙有食有啉，阁摕礼物。咱做伙是为着要操练伫未来伫天里的生活。你即马若无爱甲人做伙，也是讲你袂晓甲别人做伙。伫因外的角度内面，你的日子是要安怎过咧？所以咱现在需要来学习。另外，主爱咱透过即个团体，互别人，尤其是还未信主的人，看出讲，虽然即个团体还无够完全，虽然即个团体内面每一个人拢非常的软弱犯罪，但是因为耶稣伫咱的即个团体内面，咱会当甲其他的团体无共款，咱会当破除种种的限制，咱会当彼此接纳。这就是大讲节第2主日的主题。伫大讲环会点到第2支知识的蜡烛，上顶陪伴信心，就是咱爱用咱的好行为来陪伴主的路，互还未信的人会当因为咱来羡慕、仰望、渴慕，会当得到这位会当改变人心的耶稣。但是伫遮讲到行为，咱千万爱会记哩，咱毋是用好的行为来得到上帝的欢喜，但是好树会结好果子。咱若有一个因为耶稣来换新的一个性命，咱的行为自然会显出上帝的美善。就亲像加拉太书2章20节有讲：我要久得活，毋是由原我，就是基督点伫我得活。当基督伫咱的内面得活，咱就毋是靠家己的本性，咱是靠耶稣来做逐样上帝爱咱做的好事。但是到底是啥物叫做互耶稣点伫我的内面呢？这看起来非常的抽象。伫约翰福音第15章第7节，耶稣有清楚的指示：恁若点伫我，我的话点伫恁。耶稣伫遮讲着讲，咱若要点伫耶稣的内面，咱需要有耶稣的话，我的话，耶稣的话，耶稣的话就是圣经。真侪人会将圣经看作是一本无合可学，也是真过时的一本册。但是一直到现今21世纪，无有任何人会当辩倒圣经。圣经犹是世界上发行量上大的一本册，并且读圣经非常的重要。亲像今仔日这段经文第4节，保罗有讲：早所记载的，拢是要教示咱才来记，互咱对吞论、对圣经的安慰来得到仰望。圣经是为着要教示咱才来写的。是为着要互咱透过学习圣经，知影讲安怎伫即个时代吞论，并且得到安慰，然后对未来上帝国抱一个仰望。对听保罗讲话遐个人来讲，圣经只有旧约。但是我想，咱伫读旧约圣经的时，可能无迄个时空的背景，嘛可能咱无用心去理解。所以咱感觉读起来无啥物感觉，甚至咱咧读起来指派人数、人名的时、人名的时，咱会想讲，这物件减有意义咧。但是旧约对基督徒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因为旧约毋但是以色列人的历史，伊嘛是关系全人类的救恩。伫旧约的内面，
上帝拯救的计划甲预言，拢伫新约耶稣基督的身上来得到实现。所以，当咱新旧约做伙来读，咱就会得到鼓励。咱知影讲，咱信的毋是空空，是几千年前上帝早就应允的话。所以，咱今仔日所读的这段经文的后半段，保罗有引用几啊段旧约的经文，咱头拄仔拢有读过。这经文有的是对撒母耳，有的是对诗篇，有的是对申命记，有的是对以赛亚先知的册所出来。所以旧约甲新约互相来证明，上帝是信实的上帝。耶和华伫几千年前，伊就讲，到耶稣的时代就应验。所以咱遮读圣经的人，咱爱对上帝有信心，因为上帝自古到今，伊完全无改变。伊对咱即个世界有一个全盘的计划，所以咱爱将咱的眼光、将咱的仰望放伫伊。毋是放伫即个世界，毋是放伫咱所拄着的代志，并且咱来学习耐心来听候。第二，伫即段圣经内面，咱看见保罗使用非常侪摆的恁，所以圣经毋是为着你来写的，是为着恁才来写的。兄弟姊妹，咱知影一个人无法度讲彼此接纳。一个人无法度讲彼此同心，只有两个人以上才会当讲接纳，才会当讲同心。所以伫遮搁一摆，互咱看见，信仰毋是一个人家己伫处理的代志，毋是你一个人伫处理看直播做礼拜，毋是你一个人伫处理看 Good TV 做礼拜，就是信仰。信仰爱伫一个团体内面来操练。但是，即个人甲我无共款，我要安怎甲伊同心咧？我要安怎接纳伊咧？接纳的意思是担当别人的软弱，替软弱的人设想。但是讲实在的，咱靠咱家己敢有法度咧？保罗知影世间无人做会到，因为人拢非常的自私。所以，伊伫第7节到第8节又讲一个方法，第三接纳，亲像基督嘛有接纳恁，至到荣光归伫上帝。因为我讲，基督为着上帝真实，捌做奉各类的人的车用，要坚固所应允的做的。而且咱的台语是讲车用，但是咱来看和合本的圣经是翻做执事、执事。基督是为了上帝真理做了受割礼的人的执事。你会感觉讲耶稣应该是做长老啊，哪会做执事咧？这个执事毋是教会的一个职分，执事的意思是服侍、做奴仆。所以咱知影耶稣来到世间，伊伫犹太人的中间做奴仆服侍因，传天国的福音，最后死伫十字架顶。并且，毋若是犹太人，耶稣基督的福音嘛，互所有的人。这话毋是人编出来，是早就伫上帝应允的内面。上帝伫耶稣基督的身上应验伊家己讲出去的话。所以，咱这跟对耶稣的人，咱要彼此接纳，咱要同心，毋是咱催眠家己讲啊，我做得到，我做得到，我做会到，我做会到，甲迄个人同心。这是无可能的。咱爱学习耶稣，用做奴仆的心，彼此服侍，彼此接纳。咱知耶稣是上帝，伊放弃伫天顶的宝座。有一段经文讲，人子来毋是要找用人，是要互人找用，各显伊的性命来赎回侪侪人。咱看见耶稣，伊是来做奴仆。伊毋是来做君王，但是做奴仆敢有遐尔啊简单？无，因为咱所有的时代拢是教人做头无做尾，嘛因为安尼要伫一个团体内面要做奴仆，要屈价家己去服侍人，是真歹做会到的代志。特别伫现代搁较困难，
因为咱的现代是一个强调自我意识的一个时代。但是各位兄弟姊妹，基督徒爱脱离、爱跳脱迄个自我意识，因为咱的性命毋是为着要实现自我，咱是要去实现上帝对我的计划甲拿督，并且咱有一个认知，咱即个性命已经毋是咱家己的，是耶稣对魔鬼的手头关系中间，用伊的保护将咱赎回。所以咱袂当阁亲像以前放纵家己的私欲，咱嘛袂当一直用讲啊，我就是安尼一个人啊，我无法度改啊，来做一个借口。只有死人才无法度改变，只要咱活着，只要咱愿意互耶稣来改变，咱就有机会。因为咱毋是无对象，毋是无方法会当学习呢。咱有圣经通读，咱有耶稣通学习。彼此接纳，咱需要有上帝伫咱的中间做基础。有两个囡仔因做伙佚佗，差不多因的年龄差不多拢是7岁、7、8岁的安尼年龄。其中有一位非常明显，就是伊的脚趾边是翘骨甲非常严重。而这两个囡仔做伙佚佗的时，其中另外一个伊拢无去注意到伊即个东盘身躯会无共款。因为两个耍啊非常的快乐，但是当因两个耍忝啊坐落来啊，即个囡仔的目睭就看见伊的东盘身躯的无共，伊的喙敢若要讲什么话，所以即个身躯翘过的囡仔规个紧张起来，又敏感着讲伊即个朋友有看到伊的无共款，所以即个囡仔徛起来，就行到迄个翘过的囡仔的背后。非常得意讲，我知影你的后面为虾米会弯翘。这个翘过的囡仔紧张到毋知要讲啥，因为伊知影真侪人拢踢笑伊，拢笑伊的翘过，所以这个囡仔恬恬无讲话，伊准备要接招啊。而迄个囡仔游玩是非常得意，伊敢若无要放伊煞，伊讲我知影内面是底啥，你敢知？这个翘过的囡仔非常绝望，因为伊知影伊的下场应该甲以前差不多，所以伊非常细声讲：“我毋知。”伊的同伴就喙笑目笑，非常欢喜讲：“你弯翘的身躯是一个竹篮，内面有装一堆要袂互上帝拍开天煞的石果。”兄弟姊妹，当咱学习耶稣，伊用上帝遐尼悬的一个位置来接纳咱遮个卑微的人，咱嘛会当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咱的兄弟姊妹。当咱相信讲每一个人拢是上帝创造的，因的内面嘛有上帝形象，咱就会学习去欣赏因。虽然这个人伫别人的眼光看起来，伊无什么价值，但是耶稣为伊死，耶稣为着伊付出迄个宝贵的代价，咱哪有什么资格会当来批评，会当来看轻伊咧？所以，咱接落的基础就是上帝听。当咱相信讲，因属伫主，我嘛属伫主，咱就袂真紧对咱的喙讲出迄个批评的话。咱嘛会当伫无共款的人的中间，互人看见上帝创造的美好，甲上帝的丰富。另外，伫这段经文中间，有讲起侪摆荣光上帝。咱基督徒会当做任何的代志，咱无受到旧约圣经的捆绑，咱会当做任何的代价，咱会当做任何的代志。但是咱来考虑，这件代志敢是荣光上帝？这件代志敢是利益别人？利益别人，咱真好理解。但是咱要安怎做，才算是荣光上帝咧？咱伫生活方面，咱拢知影安怎利益别人，
安怎互别人有面子、有阳光？亲像咱若去一寡餐厅、饭店，甚至是路边摊啊，因会将一寡有名的人来过因的店的相片，也是签名打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因的阳光。有时阵咱去参加告别式，嘛当看去满迄个有名的人的满脸，哦，这互参加的人感觉讲，哦，因兜足有面子的。咱的囡仔、咱的孙仔若摕第一名的成绩单，也是奖状转来，哦，咱嘛感觉哦，足有阳光的。咱会因为人做的代志，互咱感觉真骄傲，互咱感觉真欢喜。但是上帝是自有应有的上帝，伊的阳光袂因为咱有做啥物、无做啥物来减少、来增加。但是咱若因为共心志，一样心、一样喙，别人看到即个信仰团体，哦，内面虽然哈尼种无共款的人，但是因会当做伙行出上帝旨意，因会非常的讶异。为什么即群人会甲其他行庙事的人、其他拜拜的人哈尼啊无共款嘞？哦，一定是因拜上帝真厉害，甚至遮人嘛会羡慕，会想要来认捌即位咱的上帝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归阳光互上帝。保罗伫即段经文又结论讲：愿赏赐愿望的上帝，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，互恁伫圣神的关联得到满满的愿望。兄弟姊妹，这是一个祝福的祈祷。伫即个祈祷内面，咱看见上帝神，即个神的对象耶稣虽然无写出来，但是咱相信，这就是相信耶稣的救赎。佮讲到圣神的关联，咱非常软弱，但是三一上帝帮助咱，互咱透过学习圣经、学习耶稣的服侍，咱会当彼此接纳，咱会当过一个阳光上帝的生活。最后要用一个天主教的耶稣小姐妹友爱会的创办人，就叫马大勒纳小姊妹，即个修女。伊写互所有修女的一张批，来成做今仔日我的结论，甲咱的学习。伊伫遮写讲，毋通认为家己有义务，为着维持家己的宗教身份，为着要甲上帝亲近，就架开一切外在危险，伫你甲世界中间来起一个高墙。毋通将家己隔离伫人甲世界以外，爱亲像耶稣，成做人类的一份子。透过你的性命、友情来透入圣化周围的环境，亲像耶稣同款，透过你的听，你性命中间的一切来服侍其他的人。你爱生活伫人的中间，你的性命爱甲因合作伙，成做一个面架，互规团拢总发起来。基督徒甲人甲世界拢有关系。愿望咱所行所做，会当互人，会当对人产生一个好影响力。咱做伙来祈祷。